你们应该先来收拾一下，等一下上课要入车的除非大家要记得填单的吗？警察局，警察局，警察局，罚单，罚单，罚单，车号，查核，查核，申诉，申诉，申诉，官方网站，官方名称，官方名称，过期，过期，过期，罚款，罚钱，罚钱，成功，成功，成功。也是警察局交通队很好。我收到一张罚单，罚单的相片查好是883，不过我查好是833，嫌因写唔错啊。歹势，那罚单看唔错，係咪用申诉？我用做申诉，係咪用佢官方名稱，用申訴嘅方式騙你，條你騙？好。因我哋張罰單要先納麼？建議也係先納，因為罰單過期會等於罰錢。因那係我申訴成功，敢會台灣得愛？那係成功，錢會台灣得現。了解啊，落啦現。